迎你，我的生命的良人在，来阮亲像万象我完全无保留，也通相信，也通相信。也通相信，欢迎你来。这条歌吼，若有搭配铃鼓，还是沙林，更加效果更加好。吼，若无咱就是安尼唱，若有更加好，互迄个咱会晓知影讲圣神伊是照着伊的心意，吼来行万事，所以咱嘛是透过各种的乐器来帮助咱来去领受圣神伊的作为伫咱的中间。搁来咱来练习，咱今仔日伫咧迄个圣餐礼的时阵，咱要吟的一条的诗歌，可能咱原来有的人应该真熟吼，367首，367首。小可知影迄个诗歌的旋律吼，咱就伫咧领受圣餐的时阵，咱用安尼祈祷的心来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来安尼同齐甲主祈祷，好，咱同心来预备咱今仔的礼拜。大家早，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有早手机仔将手机仔关机，还是将个震动。
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间掌长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中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这时咱用圣诗163首，听叹圣神，阮还原你，来还原主圣神伫咱的中间，请起立，因全首。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神，阮欢迎你，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扶持甲安慰阮，将你的疼决压伫阮的心内。求你伫这个节期，那亲像初代万圣节一样，搁一摆降临，让圣火清洁阮的心思意念，摕去一切的骄傲甲自我中心。求你赐合意甲谦卑的灵，互阮会当跨越成见，温柔倾听无共立场的声音，并且使阮传播福音的勇气甲智慧。愿你的恩典充满阮，互阮伫家庭、工作场所以及社区当中，拢会当诚做和平甲疼的境界。恳求圣神引带阮的脚步，赐予阮属天的恩赐甲属灵的智慧，互阮每一工拢会当活出圣神的轨迹，带阮行伫真理中，坚强壮胆来面对生活中各项的挑战。求主继续看顾主你的教会所有的事工，以及长辈的身体健康。我特别为着张永福弟兄
林凯正、李嘉文夫妇、黄冰莹姐妹、陈丽淑姐妹、吴胜恩弟兄、吴延伟姐妹，来求你赐福看顾，无论因伫工作中、家庭，还是身体的欠安，拢有你亲自甲因的同在。这是我嘛要为着牧师今仔起所要分享的，来向主来祈祷，求你互牧师今仔起所分享的，会当成做阮家己的帮站。这是我嘛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咱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是咱要KN 49，也是以赛亚书第55章。咱用 KN 方式，我来请兄姐来念。来，喙焦的人才有水。善食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烟。毋免钱嘛毋免银，你若着开钱买袂食滴的面。哪会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好。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好面好面，互恁满足。趁找会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困晚的时，就来求叫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弃因的计谋，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地地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顾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富裕大田。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娘。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田野的树木会拍蒲仔欢迎。以前有刺鼻的所在会发千壁，有草地的所在会发石榴。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远不灭的记号。这是咱来强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3节。我先用台语汉字本来读。共迄个礼拜日暗时，阮到住一个所在，门拢关闭，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耶稣来，家己因中对因讲：“愿恁平安。”伊讲了，将双手甲合的互因看。阮都看到主，真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讲煞，伊对因分气，讲：“
领受圣神。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着赦免；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无得着赦免。我再用和合本来念一次。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一看见主，就喜乐了。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愿上帝话时时刻伫咱的心中。这是咱要请助理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每天住在你里面。水的歌声叫做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遐。现在起，林牧师要用领受圣神的目的来甲咱分享。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会注意到带咱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的这个主日。我毋知影讲咱捌经验圣神的这个作为伫咱的生命内面也无。要搁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一个真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尼上帝为虾米要赐下这个圣神？是讲领受圣神的目的到底是啥物？那照着咱今仔日咱的教会节期的这个通用经课面顶，咱今年是甲年，所以牧师就伫咧这个教会节期的时阵，用这个通用经课的经文，咱搁一摆来思考。牧师今仔日除了引用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的这个经文以外，那其中也会参考到这个旧约民数记的11章，甲着这个诗篇104篇，甲着这个批示哥林多前书12章内面的这个经文，
来做彼此互相的这个印证。真侪人提起到伫即个圣神拢会想到就是亲像讲能力，也是即个温素，也是迄种对圣神来迄种感动，也是甚至神业技术、医治、讲方言，也是讲因为圣神的作为的关系，有迄种真火热的迄个敬拜。但是咱若只有干那停留伫咧即款安尼外在的即个表象，安尼咱有可能会忽略了圣神真正的工作。这也是咱今仔日伫有一寡的兄弟的顶面，咱会通看见真伤过头去追求即个圣灵的作为，结果无去真正去体会、去经验，安尼圣神伊的作为到底甲我有啥物关系？咱有可能会因为忽略圣神伊的真正的工作，咱就容易甲圣神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工具，却毋是真正是伊甲你有真正的关系。所以咱若有可能因为咱甲圣神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工具，咱若讲较严重的，就是讲咱将圣神当作是咱的细汉的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安尼时阵，即款的圣神，咱到底伊的能力到什么款的程度？咱有可能因为安尼无真正明白上帝赐了圣神的心意。但是咱今仔所领受的这个经文，要搁一摆来甲咱提醒，就是圣神的降临，毋是干那要互人有迄个感觉。也是讲有迄个能力，是要互真正安尼真做一个属上帝的迄个百姓，安怎？互人会通真正真做属上帝的百姓，搁安怎会通互因会通真做为着基督做见证的人。所以一个领受圣神的人，伊安尼领受圣神是要为着伫咧安尼行行的中间来会通得到迄个主的平安。所以今仔日咱伫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一开始，伊主就安尼讲伫咧迄那7日，因为那7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讲共迄个礼拜日暗时门徒自己所在门拢关了，因为因惊犹太人会领受。是安怎惊？因为虽然这个门徒因安尼已经经验到主耶稣安尼对死搁活，嘛显互因看，但是因犹原惊犹太人。就算讲主耶稣已经对死搁活，嘛看见，嘛有去经验到，但是因犹原惊吓。这是一北充满了惊吓，甲着这个安尼讲安尼。迄个害怕甚至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画面。主耶稣伊安尼被钉十字架了，门徒就开始陷入这个惊吓、安尼迄个恐惧的中间。所以因毋知影安尼未来要怎样。就算讲耶稣已经安尼对死搁活，嘛显互因看，但是因犹原安尼毋知影家己是毋是会去拄着什么款的压迫压力。所以因就将因家己的门关起来，毋那是干那甲因的即个厝门关起来。我想伫咧迄个时阵，因更较可能的是将因的心门嘛关起来。但是就拄好伫咧即个安尼即个时刻，国外的耶稣来到伫因中间，讲安那讲愿恁平安。主耶稣无有责备因的软弱。嘛无安尼讲羞辱也是讲安尼甲因安尼轻视他们，讲恁哪会遮尔安尼软弱，遮尔安尼无力，也是讲遮尔胆怯。主耶稣拄着因第一件代志，就是赐了平安，愿恁平安。煞接耶稣因分一个气，讲安那讲领受圣神。
这互咱会去想到，伫咧创世纪的迄个中间，上帝怎样用着即个亚当来分一口气，互伊会通成做有灵的活人。当即个国外的主来用着即个温度来甲伊分开，代表安尼主耶稣伫咧即个时阵，伊要安尼都开始要一个新的迄个创造。所以领受圣神的人是对主耶稣来讲，咱是迄个叫做新造，是上帝的新造。我们不是那个旧造，因为我们已经领受圣神。所以迄个人因为罪来失去甲上帝迄个原底本底迄个合宜的迄个关系、合宜的关系，所以会活伫咧迄个惊吓的中间，活伫咧迄个黑暗，也是迄个甚至安尼落伫咧迄种死亡的阴影的下面。但是圣神的工作，拄好是要搁一届来将人安那重新搁一届带来到来到伫上帝面前，互人会通得到新的迄个生命。其他伊咱有侪兄弟伫咧外表看起来安尼真青影嘛真正常，但是有个人伊的内心却是充满了迄款安尼迄种焦虑，也是讲伊感觉迄种惊吓甲不安。有个人惊吓伊的未来，有个人惊吓害怕伊会失败。袂前做，就已经先想着失败。在今仔日伫咱真侪遮个信徒中间，有缘会有即款咱的性命，一件代志袂前做，已经想若做无好势要安怎？咱拢毋是想讲咱有主同在，国怪咱就伫咧主的带领内面，一步一步来得到胜利，因为。真侪人害怕失去，有个人害怕伊的病痛甲着死亡。但是真正的平安，毋是迄个环境无风浪，乃是伫咧因为咱有主甲咱同在。所以圣神降临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互人知影，就是迄个咱无搁再是互罪来甲咱捆绑，咱无搁再互。即个惊吓来甲咱安尼辖制控制，咱是属伫咧即个国外的主的，咱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一个领受圣神的人是无安尼，毋若只有干那安尼活地，乃是伊开始要真正活伫咧迄个有上帝同在的中间的迄款安尼一个人。所以咧兄弟，领受圣神。是要互咱会通伫咧即个即个惊吓的中间，咱恐惧的中间来得到主的平安。第二，咱是要安尼领受圣神，是要为着会通诚侪主差遣的见证人。伫咱今仔经文内面，主耶稣说着伊安怎讲？伊讲爸怎样，亲像爸有差我，我嘛差恁。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伫咧讲即句话了，后壁佫讲一句，就是讲领受圣灵吧。遮多咧讲一件代志，就是圣神毋是安尼干那为着要互教会停留伫咧迄个咱迄款家己的迄个舒适圈的内面，乃是要为着要差遣。我佫讲一遍，圣神毋是要互教会停留伫咧家己的舒适圈的内面。乃是要为着差遣。温度原本因秘伫咧厝内，但是当圣神降临的时阵，因开始行出去。迄个原底本底惊吓的人，安尼诚做一个勇敢来人来传福音的人。迄个原底本底安尼恬恬毋敢出声的人，但伊即个时阵，伊开始为耶稣来做见证。原底本底迄个已经四散的人，但伊会通诚侪建立教会的人，咱会通看见遮个门徒去安尼当初时伫咧圣神降临的时阵，差不多约了差不多120个人，安尼伫咧即个马可楼的内面。因原底本底是惊吓
毋敢安尼，甲其他无安尼讲，咱讲生分的人安尼做伙，因敢若家己自己伫咧遐，敢若伫遐祈祷。但是当圣神临到，因开始伫遐来大声来见证主的荣光。所以圣神安尼将来毋是要互人只有敢若追求迄个圣灵的迄种感受，乃是要互人愿意为主来活。今仔日咱教会安尼上大的危机，毋是不聚会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不聚会，而是指停留在聚会，不是没有信仰，而是失去见证。今仔日咱看见伫咧教会内面，咱如果若只有敢若停留伫咧教会会友的聚会人数，但是教会却无活出一个见证，安尼迄毋是教会，迄是一个俱乐部。所以咱会通看见，咱安尼真侪人，咱会通看见真侪这基督徒安尼去教会，却毋知影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所以所活出来性命，犹原是甲安尼世俗的一般人共款，因为无见证。所以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咱应该是安尼会通称做主的见证人，来去见证主的荣光，主怎样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做啥物款的改变，伊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做啥物款的无共款的事，咱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伫遐讲有迄款的感动，但是却无有任何的作为。如果圣神只有干那互咱感动却无改变咱的生命，安尼咱犹原无有迄个真正活出迄个圣神的工作，也是迄个圣神的作为。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安尼讲安那，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毋是干那安尼嘴伫遐承认耶稣，乃是伊伫咧伊的生命开始，互耶稣伫咧伊生命内面来做主做王。所以咱咱真做一个领受圣神的人，咱应该爱伫咱的厝的内面，安尼活出一个有疼，甚至嘛有疗愈迄款安尼的生命。如果咱不管是伫咧家内，也是伫咧外面，甚至伫咧教会，有人安尼去对咱有啥物款安尼得失咱，结果咱安尼掠条条，毋肯疗愈对方，安尼主的教示对咱无有啥物款的改变甲作为。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当饶恕人70个7次吗？如果一个人他得罪了我们，我们不愿意去饶恕对方，而且还紧抓着不放，他是基督徒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要在家中愿意活出有爱和饶恕。我觉得说不单单这句话，不单单只有在家中，在教会、在职场、在你的人群中都是一样的。再过来，在职场，咱嘛愿意安尼会通活出一个真有诚恳、忠心伫咱的住所，甲咱放的位置。咱只有干那伫咧好好伫咧主伊所让互咱的每一个所在，咱就伫咧迄中间来伫遐安尼诚心，伫遐忠心来伫遐好好来做，咱就要得到上帝祝福。咱伫咧人群的中间活出迄种有基督的迄款的样相。这也就是安怎，咱不断伫遐来强调耶稣是我的榜样。我们要活，咱来活出迄个基督的迄款的样相甲款式啊。伫咧世间，咱欢喜来成做即个福音的安尼为着即个福音来勇敢来站立，来为着主来做见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伊会勇敢欢喜来见证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伊做啥物款的代志，咱就伫迄中间来大声来见证，来高举主的名，互主的名来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
这些拢是圣神的工作的迄种记号。圣神降临，毋是干那互教会安尼真热烈，乃是要互教会诚做有见证。今仔日咱会通看见是安怎，咱进前一阵仔，才拄好有一个安尼迄个咱讲算是一个安尼研究也好，也是讲迄个集合也好。过去伫咧台北有真侪教会，拢伫遐强调讲基督徒伫台湾的基督徒有15%，你相信吗？迄只不过是甲其他的教会抢来伊家己的教会当做家己安尼，那亲像感觉讲哦，教会真成长。它比较可能的，应该是在台湾目前应该是7%。好，100个才有只有7个。是安怎？伫咱台湾遮尔恶传主的福音，因为教会无见证。今仔教会若有见证，咱所活出来，人看见咱的性命，人会讲我要甲伊同款。人自然来教会，毋免咱加讲啥物话，真做主的见证人。第三，咱领受圣神是要为着要互上帝百姓会通彼此来同心。伫咧教会一个真要紧，要有见证，就是教会家己彼此爱有同心。哥林多前书第12章内面提起着讲，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后壁佫讲第13节佫讲伊讲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圣神的工作毋是制造分裂，迄个圣神的工作是要建立合一。今仔咱会通看见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只要大家人若小可有一寡才能，有一寡迄落，就开始乒乓家己，高估家己，看到别人，你也没有比我好，我对倒位看，对新人院看。今仔日我伫咧新人院的时阵，看见我当阵一开始入的时阵，我读7年制，前面4年是学院部，后面4年是道学硕士，后面3年。伫咧我1年的时阵，我就看见我的一寡遮的学长者，奇怪，迄伫遐刻到要害去。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尤其是遮的大学毕业。目前咱即马伫咧新人院，只有敢若修道学硕士3年。大学毕业，大家人都跟讲强困，谁也看不起谁。第1年，你伫咧道学硕士1年级的时阵，大家彼此还不认识，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人拢还佫伫咧教会内面安尼真谦卑来教伫新人院。结果到第2年的时阵，发现讲你也不怎么样嘛。到第3年，彼此底下，大家人底下讲看对方不顺眼。我想我没有比你差，我要高举过你。这就是教会。新堂院内面安尼，到伫教会，敢毋是嘛是安尼？伫教会甲教会，牧师甲牧师之间嘛是安尼。安尼的时阵，即间主的教会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身体？人的罪性就是真容易比较、嫉妒，甚至自高、自卑。但是圣神要互人看见，就是咱虽然无共，但是咧，咱却有属同一个主，有同一个圣神，所以遐善于教导的，有的人是善于服侍的，有的人是善于关怀，有的人是善于带导，有的人是善于陪伴。
是安怎？就爱大家人拢爱会晓。你会晓一项，你就伫迄中间好好啊做你上帝所让予你的，你就伫迄中间，大家人彼此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教会，敢毋是？这才是真正一个属灵的群体。所以我伫咧新人院，我就看见安尼，我讲安尼就死啊！如果新人院是安尼，以后我出去到伫教会，我伫遐服侍的时阵，我的同工伫倒位？大家人彼此拢看家己最悬，看别人也无安尼不怎么样，无有谦卑的心。主的迄个谦卑，伫教会内面看袂见，安尼的时阵，迄教会要哪有愿望？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真正透过咱领受圣神，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的迄个软弱，甲看见别人的熬，别人的好，就伫迄中间欣赏对方，也伫迄中间彼此互相来成全，而不是彼此互相的拉扯。安尼教会伊才有可能会中断。第四，迄个领受圣神的人是一个愿意，确实知影伊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哦，我头仔无电了，知影吗？好，迄个今仔日咱会通看见，尤其是伫咧即个民数记啊，民数记第11章内面去讲起讲，当摩西安尼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初时安尼摩西一个人承担所有遮以色列百姓的遮所有的重担，哦，所以伊非常会通讲伊非常的疲惫。所以上帝就安尼，将伊迄个降伫咧摩西的迄个身上的迄个灵，安那伫咧圣经内面讲要分互伫咧即个营内70个长老，因就伫迄中间来所干所化。结果迄70个长老内面有2个拄好无伫咧营内啦，无伫咧迄个中间，结果伊伫咧另外所在，结果。当圣神临到的时阵，迄2个无甲因做阵的，嘛伫咧其他的所在，伫遐啦，伫遐咧所干所化。结果约书亚看到，伊甲摩西讲，求主来安尼禁止，因伊无甲因做阵安尼。摩西安怎讲？摩西讲安尼，伊讲。我靠袂住咱啊，迄落安尼愿耶和华的百姓拢是先知啊，愿耶和华将伊的灵降伫咧因的身上，迄个因是啥物人？是以色列所有的百姓。这正做这段经文，互咱会通看见，就是上帝的神，毋是只有给少数的人。乃是要为着要建立规个上帝的即个群体，所以咱今仔日咱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咱是安怎讲？咱毋通伫遐高估咱家己，因为上帝伊要使用每一个人，所以咱就伫咧迄个中间彼此互相的成全。所以咱会通看见，咱只有。安尼谦卑顺服伫圣神的带领内面，咱就要有一个无共款的一个信仰的团体。后来到伫新约时代，圣神毋是只有干那安尼降临伫魔鬼的先知，也是这君王，也是祭司，乃是赐予所有属主的属主的百姓。这就代表咱毋那只有是干那一个宗教团体。乃是真正属上帝的百姓，是一个真正的迄款安尼迄个信仰的团体。诗篇104篇安尼讲啦，讲你差遣你的，讲你差遣你的灵，他们就受造；你使地面
更换为新。圣神带来迄个更新，伊毋若更新人的心，伊也更新人的性命，伊嘛更新主的教会，也更新一个规个信仰的团体。一个真正领受圣神的人，伊会哪来哪知影，伊家己是属基督的，伊家己是上帝家来的一份子，伊家己会通活出伊活的，毋是干那为着伊家己，伊是为着规个咱的这个信仰团体，伊是迄个被呼召成做一个见证人，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今仔日世界，互人真容易互人来失去身份，所以有人就用迄个伊讲迄个这个世间的这个成就来定义伊家己。伊安怎看伊家己成功还是失败？用世间的观念。伊用着金钱来定义家己我是一个有钱，安尼我身上有钱，安尼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有的人伊用着伊的外貌来定义伊家己，有的人伊用着安尼别人的眼光来定义伊家己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圣神却是不断伫遐来提醒咱，讲咱是属上帝。圣神不断伫遐来提醒咱，这个身份是比世界任何的迄个咱讲标签，搁较重要。因为咱若是属上帝，咱会通想象讲，今仔日咱是属上帝，就咱无有啥物通好惊吓。咱若是属上帝，就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咱所做就无不亨通。所以，一个领受圣神的人，是要为着要安尼，互这个世界会通看见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的主，伊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来讲，伊讲：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这毋是咧讲人会通来取代上帝，乃是咧指着教会被主所托付的迄个福音的迄个使命。就是当教会伫遐来宣扬主耶稣的时阵，人就有迄款的机会，会通来得到赦免，会通得到主的救恩。所以圣神降临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叫世间人会通看见耶稣，毋是安尼看见人的能力，乃是要看见嘛毋是要看见人的伟大，乃是。嘛，毋是要看见迄个宗教的活动，乃是要互咱会通伫迄中间看见耶稣基督有缘活地。主耶稣伊拄好咧改变人，伊拄好咧建立伊的百姓，主耶稣伊拄咧拯救。教会存在，毋是干那为着要见证家己的成功，乃是要为着见证基督。所以一个真正。安尼，互圣神充满的人，会互人搁较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安尼搁较高估咱家己。所以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咱就毋通伫遐来评判咱为主做啥物。咱爱会记，今仔日主的话内面安怎讲？主讲，当仆人伊做完代志了，伊伫咧迄个做完事了，伊倒来到伫主人的面前，安怎讲？讲阮是无路用的仆人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应当的。所以今仔日咱若伫咧教会内面，伫遐咧高举咱家己为主做啥物货？主耶稣伊会讲愚妄的人啊，我毋捌你。因为咱为主做是应该，是主伊看伊主看咱会起，毋是咱伫遐讲咱有啥物款的能力。主伊若只要甲咱的迄口气收转去，咱什么都不是。伊互咱有迄口气，是要互咱会通继续来伫遐来高举伊的名，来互更较侪人的性命来得到更新，互更较侪人。伊的性命来
安尼照着咱来去看见主。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咱会通知影，今仔日咱做一个主的门徒，咱要怎样来做？咱要怎样来去见证主的荣光？所以一个领受圣神的人，咱会通看见，伫咧今日教会内面，弟兄兄弟，咱会通搁一摆来思考，安尼领受圣神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货？毋是只有干那为着感动，乃是嘛毋是只有为着能力，嘛毋是为着温数，乃是咱要伫咧中间，要搁互人搁一摆。伫咧行行中间，会通来得到平安，互人会通真侪基督的见证人，互教会真侪合一的肢体，也互人会通确实知影家己是上帝的百姓，搁互世界会通看见咱的主。圣神的作为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伊帮助咱会通想起主所讲的话，互咱会通伫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互咱会通搁一摆伫迄中间来去敲揣主的心意。因为圣神伊知影万项事，伊嘛知影爸的心意。所以当咱若欢喜，互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引带带领的时阵，咱就要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互咱无搁再是干那只有追求迄个圣神的感觉，咱是要真正咱会通活出一个有属圣神的迄款安尼的生命。互圣神毋若今仔日搁安尼期待主圣神会通今仔日搁一摆来更新主伊家己的教会，也互咱无搁再来封闭咱家己，咱无搁再面对安尼伫咱四周围遮的生命的时阵，咱无搁再冷淡。甚至面对因人伫咧拄着任何的遮个安尼生命的遮个问题的时阵，咱无搁再沉默。咱是要诚做即个世代勇敢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到，咱会通搁一摆得到圣神伫咱内心内面来激励咱，帮助咱，互咱会通搁来，咱搁一摆。亲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领受圣灵吧，让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今仔日牧师所分享，今仔日安尼，咱是毋是犹原亲像门徒共款？咱受到即个安尼惊吓、忧虑，也是安尼即个封闭的内心所捆绑。咱是毋是愿意，互主的平安来进入伫咱的生命内面？圣神怎样来提起咱？咱如今咱的生命到底怎样？咱要怎样来做选择？安尼，咱是毋是将即个信仰只有停留伫咧聚会是感动的中间，却无真正活出迄个为主做见证迄款安尼的生命？安尼，咱要怎样？圣神怎样甲咱讲？咱要欢喜顺服伫圣神对咱的提醒也无？上帝捌赐咱倒一款的恩赐甲能力？咱其实自己心里有数。咱是毋是愿意将咱所领受的遮恩赐、遮能力，来用伫咧服侍主的教会，来建立咱所有遮的正肢体？透过有当时，上帝互咱有迄款安尼恩赐，会通看见别人的恩赐，就伫迄中间来甲人鼓励我看见你有即款安尼恩赐爱着会通安尼为主来做真好的工，伫遐鼓励伊参与伫咧主的教会咧。今仔日咱嘛要做安尼的代志，愿主圣神伫咱的内心来做感动，互咱会通做。为主来安尼做好的工，互主的名伫咱的教会，伫即个社区会通来高举主的名，互主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第三，圣神怎样帮助咱会通搁较确实，咱是上帝。咱过去头拄安怎讲无？
一个属性南受圣神伫咱的内面，无有人会通称耶稣基督是主。安尼，你有确信你是属上帝啊无？即款安尼的身份，要怎样改变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以及咱的选择？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咱会通搁一间好好来思考，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互主欢喜，互主圣神搁来引带咱头前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圣神赐予阮。当阮软弱、惊吓、失去方向的时阵，主你无离开阮，乃是主你亲自来到阮的中间，来恩阮讲，愿恁平安。主啊，求你搁一摆将你的神来充满伫主你的教会，除去阮心内的冷淡、自私甲惊吓，互阮若是为安尼只有是一个安尼智慧的门徒，乃是要成做为主做见证的门徒，互阮的家庭、阮的服侍、阮的工作，甲着阮的生活，拢会通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求主你，互主你的教会伫咧无共款的温顺的中间，安尼会通学习，阮伫这中间来彼此来合一，伫咧彼此相听中间来彰显主你的身躯，互每一个肢体拢会通安尼深深知影，阮是属于主你的百姓，是迄个蒙恩得救，是被呼召，搁被差遣的。愿主圣神更新阮，互世间人因为教会会通看见耶稣基督悠远活着，因为阮的性命知影你是迄个真活的主上帝。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圣礼典大先要来补信用告别，所以请咱来吟圣诗，咱要来补救灵补信用告别吼，请咱来吟圣诗354首，354首。咱来吟第3节到第4节，那请今仔日要信用告别的林凯正来到伫台前。会众请坐。正中间。阮伫着帮赞是靠耶和华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安尼，伫遮徛伫咱面前的是已经伫别个宗派受洗礼。伫今仔日要来行信用告别，来告别因的信，通过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林凯正，当你已经伫别宗派受洗礼，
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赏赐互你。当你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要承认你的迄个承认，安尼告别你家己的神，来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也诚心来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意的爸的面前要来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神，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林凯正，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你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着伊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阮感谢你对凯正所施的恩典来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阮感谢你，因为对伊告别家己的信仰，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朋友，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伊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着会的时，求你互伊会得到你的听，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你用顶面的能力来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即时咱要来接纳，要来请咱的所有的小会员，甲着咱这个退任的长老同齐来接纳。过来，一定了。凯正吼，伊原底本地过偌济时阵，就应该信仰告别吼。因为迄工拄好伊有代志，所以无甲伊的妻女安尼一起老婆咧，在主持那边。OK，不然的话，安尼较斗较会起哩啦。无当时呢，讲即个甲因某是啥物人，伫遐咧斗袂起哩。因查某囝到底是啥物人，拢无伫咧。好，无要紧，安尼咱搁一摆鼓掌，欢迎凯正伫咱中间，好，请坐。此时咱要来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7首，受主赎回，受主医治，咱一个吟。
请伫外面的兄弟入来内底坐。哦，我们还有位置哈。还有没有人在那边的？如果有，请他们就坐进来。哦，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位置。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对凡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就是换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免。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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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服侍的长老。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着的兄弟，咱就安尼安静来默祷，求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对咱讲话，互咱会通看见，咱有啥物无下主所欢喜的，咱就伫遐。来祈祷求主来赦免咱的罪，洁净咱的性命。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即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后师长老。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着杯的兄弟，嘛是共款，咱安静咱的心，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光照咱，互咱会通看见咱的性命的健康。由主耶稣的保护来洗净咱，来光照咱，引带咱。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三个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的身躯的一体，
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用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受杯，请咱犹原共款来吟圣诗367首。咱请咱坐咧吟。请咱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以本州病倒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做圣礼，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感恩的奉献。请尤佩瑜执事、方美珍执事来书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这是咱来读本章的根据。咱用台语和日版读两遍，和合版也来读两遍。先从台语和日版来。耶稣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你。和本。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咱报告的在先，咱的周报内底拢有摕到这张建堂有事卡吼，咱请正光长老来甲咱说明。各位勇士平安。各位勇士平安。哦，所以大家都是勇士哈。大家看一下这张卡哈，这样啊，今天就是为了要介绍这张卡哈。好，给我一个麦克风好，对，这样子。好，那各位都知道哈，我们这个教会是在1961年来设立的哈，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哈。为什么我们要开始有这个勇士卡哈？因为我们在过去有2-3年前有和会的大会通过，然后小会也要成立一个建堂委员会。那建堂委员会就要开始分工来做这些推动那就是为了这一间新的教会。那这张勇士卡非常感谢是由佩宇执事的规划我们鼓掌一下。可以这一张是振宇弟兄所提供的啦它是一种自主的协议好，那建堂委员会在建堂这个路上花了2-3年的时间有了所以每一个都有家庭，每个他有事业有工作所以要尽这份心，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一开始或许不健全，也会跌跌撞撞需要你的扶持。当我们有人跌倒的时候，更需要你用你的双手来帮助我们。那奔跑的路上，我们没有要遗弃你，怕你放弃了自己。所以大家刚才已经很大声了，我已经说各位勇士平安，大家都平安。如果你没有喊平安耶稣说愿你平安好，我们建堂的按钮已经按下了，我们一起来仰望属天给我们加添的力量。那我们这个建堂小组有分8个8个。有总召是我们耀新牧师，主委是我们谁？毕光长老毕光长老，还有行政组，还有财务组、公务组，然后底下有法务组，还有祷告组，还有募款组刚才已经讲到总召是耀新牧师，耀新牧师有讲说他来过教会就是最怕建堂所以就叫他总召，有这总
总来总去拢爱去总哈。好，那就是要决策的统总哈。那主委就是由碧光长老，今天应该是碧光长老站在这边了，因为他是大曾，他也是姓曾，我也是姓曾，所以就由小曾来服务了哈。但是2个曾加在一起就是蒸蒸日上了哈。那我们专案的管理或行政的统筹就由主委主委非常辛苦，也需要鼓掌了哈，跟牧师一起鼓掌哈。好，我们行政组是恩心长老，最有分量的，刚才站在这边的是恩心长老哈，他所要就是有专案的管理也需要跟公务组一起来更新他的进度，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要拟定一些各类的方案那一些会议记录一些规划上梁献堂等相关的感恩礼拜，还有需要有一些行政的管理或是不动产的管理，还有场地的空间的租屋的规划教会的聚会的空间的规划，这都要行政组。他有邀请一些同工。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勇士卡背面就是你要填的，你的恩赐在哪里，你就把它放在哪里。你的灵不要沉睡了不要沉睡。如果你的灵已经沉睡，回去祷告，唤起你的灵好，接下来就是财务组。财务组是谁？淑芬长老。淑芬长老就是你看坐在柱子旁边，可以调孔较大的搞较大我们也为他鼓掌一下，辛苦他财务的规划或财务的管理这跟募款都是相关系的好，公务组吴承安执事，承安执事知道是谁吗？知道了承安在哪里？今天刚好有事请假，所以都在各位的心里我们也为承安执事来鼓掌一下他工厂很多工程就是有管理有行政有这些真的很复杂因为我都看不懂这段期间都是要他跟建筑师来一起来协调那我们非常感谢他。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可以在勇士卡后面勾选你要加入公务组如果你也财务组也有恩赐，你也同时可以加入再来祷告组，方美长老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方美长老爱心满分那一位那他也有很多同工，那你如果有祷告的恩赐，也欢迎加入那勾选你可以勾选很多都没有关系，为我们这些建堂小组，为这些工程人员，为谁进度的为他们来祷告。来就是法务组，重缺吹波那真的是需要如果你有法务这些的恩赐，麻烦你写一下那我们会建堂小组会来找你。那如果也没有，那你知道谁有，你把它稍微写一下，他会成为我们的隐形勇士。隐形勇士因为我看无嘛，我你知你慢慢跟我讲成为隐形勇士那我们会委外或来咨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要有法务的背景那募款组我很大胆因为我在祷告当中跟牧师有讲要寻求圣灵帮助那我祷告之后，我就说我要领受上帝给我加添的力量那当我决定要担任募款组的时候，我不在于外在的表现或是绑在我这些的，我是要真的要靠圣灵来引导来领受上帝的大能。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那募款组的同工很多我去一通电话打，没有一个说不的没有一个说不的所以募款的策略啦、募款的宣传啦，或是影音募款管理那我在这边因为他降款就开家，我就针对我的募款组的策略跟大家报告。我的策略是有10年的策略这10年的策略，当然我们是要传承过去创新，那教会成为这样福音的灯塔，那我们要同心来建造。那这10年当中，或许会觉得说建堂可能3年5年就盖好了，但是我们因为会有经济的波动，所以你的金钱会有是压力。那我们要减少这个缓解这个奉献的疲劳。有人听到数目那么大，好像说一次都要拿出来所以我们会有规划这种财务的风险的管理，那持续渐进要建立大家有一个信心信心祷告除了祷告能做的事，就是把方法找出来
方法找出来了，上帝就会找人了哈。好，那多层次的认选的体系哈，我就把它规划。这些规划都有一个帮我指导的哈，就是毕公长老哈，他都会提一些意见哈，让我们说能够在整个规划上哈比较有远景哈。那象征性的认捐就是还有长期的认捐。其实长期的认捐，我们的周报里看到有人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了。还有灵性的整合。那微小的或许一支笔，我本来设定是100块，这么可以每人100块，跟他微博说咪啊，我们再加一下。或者你1支笔购买5支笔，购买10支笔，那笔上面会有经文，你要传福音也很快哈，就是笔人家都需要用哈，经文就传给他。再来有建堂的拼图，然后1砖1瓦这样的设计哈。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周祷告募集51位勇士哈。那奉献是3650块哈。为什么要是这样因为有365天哈。好，那我们要跨出那个围墙之后，除了我们在建堂之后，我们想到都是建堂盖完教会就好了。但是盖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做事工，就是要做事工。那在做事工，你这个教会的硬体设备以很多空间，周1到周5有很多空间，那我们可能就要麻烦行政组啦，或者一些规划我们的规划是叫做教会教室的认捐如果你的企业上附近的企业没有办公室可以开会，那你来捐款，那我们会免费让你使用这个使用权，但是还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哈。那教会要使用，当然要使用。他要借的时候因为他过去有认捐所以就免费来让他使用看3年5年，那这是照来规划哈。那我们在这个社区的空间里面，因为我们盖好之后，我们1楼都是为对外的空间的服饰比较多，我们可以用一些市集啦，或是认养的一些摊位啦，或是进行日常化的2手衣啦等等跳蚤市场等等。那我们年度的指标就是我们要过去可能我们有音乐季在新月广场做一些圣诞布道。那我在想说我们教会有人是有街头艺人证的，我们教会又有那么多人会唱歌那诗歌又那么好听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每个人都如果有机会都可以申请那个街头艺人街头艺人之后你不一定2个3个该当节的他出力募款募款。那再来就是利用一些节庆来募款，音乐募款。那年度也可以办一些感恩募款那建堂募款等等或是一起办一些健康的活动。那我们还要就是成立一个第一阶段可能要成立网站。那我们预计在7月底有我们文澜执事非常用心就是非常这些预备然后启动一些视觉的网路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等一下会报告。那第2期就是动土的冲刺会办一些扩大的音乐会、爱心餐会这些等等。再来就是等结构完成了，会再陆续一些的募款的推动刚才有讲到这一个这个就我们是从最上面那一个各位想一下南洋教会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见证，包括这块土地。你坐在这边这块土地是王焕章长老捐出来的嘛对吧？捐出来。王焕章长老或许你不太认识，但是在过去在宜兰市，王焕章长老是一个妇产科。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我被他接生的那一刹那，就是被他接生出来的。所以这块土地是他奉献出来的，各位已经在这边白白的得来这种恩赐，他也是领受到上帝所给他的恩赐。所以过去这个教会非常多的见证，辉老师都会写下来，都是用文字来写下来。但是现在的科技，文字是可以变成什么？影像的，是可以变成影像的。所以过去辉利长老整理了很多，可能我们见证一下子就忘记了，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透过文字然后再生成 AI 的技术，然后变成在网络来分享这些见证。
那我们教会的见证是不断，所以不断的产生哈。好，这些影像的制作架构就是刚才有要回顾过去的，然后展望的现在的见证，然后呼召和行动。那财务管理过去打的数字是1.2亿，大家讲来这济哈，这济哈，免惊啦哈。耶稣讲愿恁平安，他都有讲你们是要参加这个勇士卡哈，勇士卡。那刚才志宏教练，志宏长老，抱歉，志宏长老还提醒我你们拿到这张卡如果你目前没有感动拿回家不要丢掉继续祷告把你身上那个灵换起来然后把它填好里面的这个组别那不用现在就填好。那如果现在就填好我们各组会很安心的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募款的时候，要建堂的时候会有见证的分享，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是由牧师可能会办一些如何来见证分享，然后帮助教会来广传福音成为募款是。那我也会有朝这个方向来沟通那教会成立之后，1楼是对外社区的。那社区的福音发展，我们除了教会的主导外，也可以成立协会或是基金会来帮助教会来做社区的事工对外这个建堂可能为主建堂，祝福这个城市。那我们教会的连结可能就是同心建堂，世代蒙福那未来的10年，我们不只建了一个物质上的殿宇，更要建一个充满活力属灵的教会。当你填完这张卡的时候，你就是认养了募款小猪。那募款小猪我们已经在规划要买有小猪、中猪、大猪。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从小猪养得到变中猪，但是我们碧光长老会非常有信心，他说我要大猪。我说大猪完了还是会生小猪，所以小猪也要奉献，中猪也要奉献好，再来就是认购这个建堂的 T 恤，因为我们如果有对外募款，会有T 恤或是一些周边商品，然后出席建堂的这一些活动这是我以上的报告，谢谢。咱感谢正光长老的分享咱今仔日佫特别是现行降临节透过安尼的分享，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即个中间咱有一寡偷偷咧分享的，咱会感觉讲哪有可能？问题是咱无做，咱哪会知影哪有可能？因为上帝伊是做万项代志的，所以有真济咱感觉无可能的，上帝就透过咱欢喜互主所使用，伊就做成迄个伫世间人看做无可能的，伫主伊就凡事拢有可能。好。咱即马来看报告，报告内先敢有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圣神降临节，也是七节中会宣告基金的奉献主日，然后咱会中有圣礼点，有信仰告别，然后礼拜结束了，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正中级举办心。然后第2点，建堂的已经开始全体动员所以除了建堂经费的奉献以外嘛佫需要各位兄弟一点一滴的来参与。然后下骹开始咧做的是，咱会看今日来到教会，咱看到第1点就是募款的发票箱伫外口。礼拜天咱会放伫外口遮，然后周间咱会放伫教育厅内底。所以若是你有发票的，拢会当摕来教会来管安尼。第2点，建堂勇士卡拄正光长老已经说明所以就安尼然后第3点，咱过来拜六30日，下晡2点伫大稻城教会要举行吴圣德牧师的告别礼拜，请咱有登记要去的兄弟一定爱伫
迄天的上午10:50进前，爱到市民活动中心，就是以前的执行堂，遐来做集合。因为游览车伫遐11点要来开车，然后有备餐，然后第4点31日礼拜迄天下晡3点半伫吴树龙牧师因兜，有举行安慰的礼拜，咱还袂添伫咱赖群内底还阁有当登记来，互迄吴树龙牧师因兜会当做人数的统计。具体消息的方面第1点6月6日下午2点到4点伫大家教会有迄妇女事工部有办迄爱的手中团的那个音乐会这啦欢迎咱兄弟拢会当去然后第2点，同工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半伫台北的古亭教会中会事务所有举办2026新使者论坛，咧讨论教会中的 AI，所以咱有兴趣的嘛会当来去参加。第3点，中会妇女事工部有办理2026年的全国的妇女灵修会，有2场，第1场是6月25到27，是华语场，然后7月23到25是台语场。请咱姊妹有若是有要参加的，当甲妇女团体会长来报名。其他的出的奉献，顶周出的奉献报告，阁有后周的事项表，咱家己来过目，也是有创务的，甲财务同工来做更正。这边咱搁一摆来强调头拄仔我伫这 PPT 面顶这个咱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办这个灵修妇女的灵修会这个会讲完真赞这是伫咧会讲全台湾特别是这个灵修界的部分这叶宝贵老师伊有真好的这个过去家己的领袖，伊阁真后带所以这个我无确定，可能要请迄个双如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就是说弟兄可不可以参加啦因为这个伊这个场地阁因为过去咱妇女有一寡事工顶面嘛，拢有一寡兄弟会用参加，所以我毋知影这个会通好参加无？若有的时阵咱嘛。若有兄弟，咱伫咧即个，尤其是伫咧即个家己的灵修的部分，有迄款安尼的较无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因为讲员真特别啦所以会通借着讲员伊的家己的一寡领袖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咱家己个人的即个灵修生活顶面，会通有搁较大的进步，这是真好所以也鼓励咱会通好来参加。搁一摆来甲咱强调就是拜六请咱时间爱有报名要去即个参加圣德牧师的个别礼拜，爱记咧时间律时不候。那过来就是有准备中昼便当，所以请咱毋免烦恼，家己嘛免早一寡才会食物迄落伫咧车顶拢会准备好势，来为咱来。安尼，互咱会通安尼真顺利去到伫大场地下教会伫遐来参加。过来就是请咱若还未报名即个安慰礼拜的兄弟，请咱则尽量量早伫咧即个咱教会内兄弟姐妹群组来登记，来互主家会通来赶紧来统计即个人数好，这特别的强调的报告。以上。这是咱来吟上言第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今日因全首，因线请牧师来教导。
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会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灭道避讳。